大家好，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多德亮，歡迎嚟到維心故事系列故事2，他鄉也能成為家鄉。響上一個故事，我哋睇到狐狸先生一家好唔容易嘅嚟到新嘅動物王國，慢慢嘅適應落嚟。響今個故事裏邊，我哋又睇下佢哋又遇到啲咩新嘅難題呢？冬天嘅夜晚靜靜嚟到，雪花輕輕嘅飄，一切似乎好安靜，但係就係藏住一顆漂泊嘅心，仲未揾到方向。寒冷嘅冬天來臨，狐狸太太向呢片土地上邊感受到深深嘅鄉愁。佢懷念老家熟悉嘅街景、各地嘅語言、朋友同埋節日氣氛。佢坐喺度望住以前嘅相，佢同自己講：唔知道我哋仲翻唔翻到去呢？其實佢嘅心早已經飛翻去嗰個熟悉嘅舊王國裏邊。佢手揸住嘅係響舊王國裏邊留低嘅最後一張相，呢一張發黃嘅相顯示到其實佢唔願意放低佢嘅過去，但係狐狸先生好多時都會提醒佢，原本嘅動物王國已經唔再存在啦，就算翻到去，亦都冇地方可以俾佢哋棲身。狐狸太太開始陷入咗憂鬱，朝頭早冇精神，咩都唔想做，夜晚亦都輾轉難睡。狐狸小姐同松鼠仔見到狐狸太太呢個咁嘅狀態，佢哋試圖用佢哋嘅童言童語同埋溫暖嘅擁抱去安慰佢。狐狸小姐就同松鼠仔講啦：不如我哋畫張畫俾我媽媽好唔好啊？松鼠仔就話：好啊，我哋可以畫佢笑嘅樣噶噃。畫好咗，狐狸小姐就將呢幅畫送俾佢媽媽。媽媽，我好喜歡我哋而家個屋企啊！狐狸太太望住狐狸小姐，佢話：呢幅畫送俾我㗎。原來新嘅屋企已經靜靜嘅喺呢度開始落地生根啦。嚟到晚上，狐狸先生一家邀請咗佢哋嘅鄰居松鼠先生、松鼠太太同松鼠仔過嚟一齊傾偈飲嘢。狐狸先生仲專登整咗2杯熱朱古力俾佢嘅鄰居去品嚐，而松鼠先生亦都攞咗一啲嘅笑話嘅剪報，準備同大家分享，等大家有個愉快嘅晚上。而松鼠太太亦都準備咗佢嘅蜜餞蘋果批俾大家去分享，而松鼠太太響席間亦都順便邀請咗狐狸太太參加社區嘅工作坊，希望可以幫佢暫時轉移下佢嘅注意力，唔好淨係掛住以前嘅動物王國。而松鼠先生都好幽默咁講：狐狸太太啊，你而家係兩國認證嘅好媽媽啦，我哋好需要你㗎。狐狸太太聽到佢咁講，都笑起上嚟。其實有時候我哋唔係冇咗自己嘅屋企，而係屋企家已經喺你嘅地方重新等我哋去揾到佢。思鄉情仇係好正常嘅情緒反應，我哋唔需要去壓抑佢，
我哋可以透過支持系統去建立新嘅歸屬感。被接納同埋理解係克服自卑嘅第一步。狐狸太太出現嘅自卑情意結跡象，例如佢對新環境唔適應，懷疑佢嘅自我價值，但係佢嘅屋企人、佢嘅朋友，佢卻係用接納同埋陪伴，幫佢逐步揾返佢自己裏邊嘅力量。呢個就係心理學大師柯德勒所講嘅社會興趣同埋連結感。柯德勒話：我哋嘅問題幾乎都係來自人際關係，但係我哋嘅希望亦都係來自人際關係。正向心理學相信幸福嘅人係能夠喺困境裏邊揾到意義嘅人。好啦，下一集我哋又睇下狐狸太太開始嘗試走出去嘅時候，一個意外嘅邀請又改變咗佢對呢一度呢個新動物王國嘅睇法。我哋下一集見。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，多德良。